第三一上帝的临在，我们请陈启峰牧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三一主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我们也能够体验这个真理，并活出这样的真理。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今天叫做三一主日。东正教、天主教、长老会、圣公会、信义会、卫理公会，同时在全世界里面，几乎有将近7亿的人口都在今天都在读同样的经文。那我们知道，教会的年历是根据耶稣的生平而铺成的庆典，可是只有三一主日，并非庆祝耶稣的生平，而是对上帝的信仰做教导。所以这个节日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是因为第4世纪主后的那个第4世纪的亚流派的异端。亚流派我们可能都不熟，但是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有景教传到中国，传到唐帝国，所以那个景教就是亚流派的。那个亚流派的异端，他们过度强调一神论，而且主张圣子不能跟天父视为同等，教会面临那个挑战，所以就根据圣经整体的教导，肯定上帝父子圣灵是同一个上帝，但有不同的位格，所以把这个信仰就总称为三位一体。那我们今天唱的这个圣巴特利铠甲歌，我们看一下那个日期哈，是主后372到466，换句话说第4世纪的。所以这一首诗歌圣巴特利，其实现在叫做 Saint Patrick。Saint Patrick， 如果你到美国留学，你到纽约就知道，每年3月17号，就是很多整个爱尔兰人都穿绿色衣服出来庆祝那个庆典。所以 Saint Patrick 这一首诗歌是天主教还没有成立哦，大公教会的诗歌。他那时候就在三一论的时候，他就写这一首。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我的讲道分2个，第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要搞出一个三位一体啊？这个实在是莫名其妙，让我们很不懂，对不对？我们都搞不懂这个三位一体哦，弄得好抽象。本来稍微有点懂，然后牧师一讲就不懂，讲完了更不懂，对不对？其实搞错了，三位一体不是头脑的游戏呀，是当时初代教会的生命体验，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生命体验传承给我们的。因为在上帝在旧约的启示里面，他是独一的上帝。你知道以色列人经历多少沧桑跟教训，才达到这个严肃的结论？这严肃的结论在申命记6章第4节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所以申命记32章第39节说：你们如今要知道，唯有我是上帝，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所以上帝要以色列人跟周遭的所有的城邦绝对不可以一样，就是周遭的城邦是拜多神的宗教风俗，所以犹太教跟伊斯兰教都信仰独特坚定的独神论，所以他们都指责基督教把独神论变成三位一体，这变成多神论。那基督教为什么要坚持三位一体的教义呢？上帝既然只有一位，不是很单纯吗？弄得那么复杂，那么神秘，那么矛盾既然有三位，又视为一体，不是自找麻烦、自打嘴巴吗？对不对？所以今天基督教还是被伊斯兰教就是大家知道就回教了不应该称回教，回教是贬义，伊斯兰教才是他们的。不应该称回教徒，不要叫人家回教徒，这回教徒也是贬义，应该称他们什么？穆斯林。我们基督徒对他们要尊重，说你们穆斯林，不要讲说你们回教徒，不是。好，基督教本来承袭的犹太教的传统，上帝只有一位，但是后来发生了2件重大的事件，所以呢，
那2件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的事件跟圣灵的事，然后就扩充而且丰富了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来，我们想看一下来，旧约有没有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出现？有没有？有没有？而且他说话行事如同上帝自己，有没有记述上帝的灵大能的作为？所以暗示那个独一的神里面有多样性。来，我们看创世纪刚才读的经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然后呢，上帝的灵有没有？创造的时候是借着圣灵参与创造，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上帝说，你看那个箴言第8章，那个说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工程师。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看，三一真神在旧约里面就提到他们共同参与创造。好，可是这时候还不明，到了耶稣的时代里面，巴勒斯坦出现了一个犹太的木匠，叫做耶稣。这个人变成宗教领袖，然后跟宗教当局起冲突。为什么起冲突？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起冲突？如果我是耶稣时代人，我对耶稣一定很不爽，甚至是想把他打死。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全部都是独神论的，只有上帝可以赦免人的罪。有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冤有头，债有主嘞。这个人犯罪跟耶稣什么干啊？”结果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你以前犯罪就得罪我啊，冤有头债有主，我就是你的债主，我现在赦免你。”耶稣有没有讲这种话？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周遭的文士哇气得痒痒的说：“只有上帝能赦罪，你是谁呀？对不对？”然后耶稣说：“好，叫他说罪得赦免了，还有叫他这个摊子起来行走哪样容易？”他们说：“这都不可能嘛，只有上帝可以做嘛。使一个瘫痪的人起来，除非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赦免人的罪，除非他是圣洁的上帝。”结果耶稣2件事都做了，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原来是圣洁的上帝，跟创造生命的上帝亲自来到人间。他们不相信。好，最荒谬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竟然讲一句话，所有犹太人马上蹲下来，拿石头准备 K 死耶稣。耶稣说什么？他说：“还没有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2000年前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是。”他们听了昏倒。那个英文最明显的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I am 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啦。他说：“还没有你们祖先2000多年前的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有了。现在你们亚伯拉罕死掉了，以撒、雅各都死了，到现在我还在。”昏倒。他说：“哈，你还没有50岁，怎么说你比我们的亚伯拉罕祖先大2000多岁？”这样了解吗？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与父原为一，他们极大亵渎，他们就决定要把耶稣杀死。最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才发现，门徒都发现说：“哇，这个耶稣竟然复活了，死而复活，奇怪！”他们就根据约翰福音的说法，耶稣是上帝的道，从太初就与上帝同在，然后道就是上帝。然后万物都是借着这个道创造的，然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完成了上帝的旨意，然后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在救恩的历史里面，圣子的特色是他用言语、用行为把上帝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父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他们就在犹太人说，这门徒说：“奇怪呢，那到底耶稣是谁啊？耶稣不是住在我们当中的拿撒勒人耶稣吗？他怎么又是上帝呢？他变成2个上帝？不是，他们犹太人说只有一个上帝，所以他们称耶稣叫做上帝的儿子，是以人的身份出现在人间，不是两位上帝，不是2个独立的个体，就像人间的父子一样，是2个人，不是。他们用人间言语没有办法表达，他们就这样表达说：他称父为父上帝，
God the Father， 然后生耶稣叫做 God the Son， 同一个 God， 但是父跟子就是这样子。好，这是耶稣基督的经历的事件。好，请我们来看圣巴特里克的铠甲歌，请我们看今天的周报第2页的第2节，就是好，这里有一个今第2节，今我仅仅向我周身系主，我们听不懂啊，这个文言文，意思就是我全人呐、全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了，这样了解吗？第2节，我全人信靠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全人信靠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约旦临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没有三位一体？就他们是这样体验的啦。他们是从信仰里面实际去体验的，不是头脑编出来的一个神学术语，不是哲学思考啊。所以他说：“我信靠主十字架受死救人，我信靠主脱离坟墓，我信靠主复活，他乘云上升，我信靠主没入将来。因此，这些神力，我相信这一位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他也会临到我，我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升天，一同复活，同子同胞。这样了解吗？这是圣巴特里克的信仰告白啦。就是这个事件使他们说：哎呀，原来 God。The only God 有2个，一是 God the Father and God the Son。现在来第2个是圣灵的事件。圣灵的事件就是耶稣还没有升天以前，就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去了，我还要再回来，而且我要与你们同在，而且我是你们的保惠师，但是还有另一位保惠师 ，the other one。这另一位保惠师，他要来，我求父，父就另外赐予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结果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想起说：哦，上帝借着古先知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使徒行传2章14到21节，他们说：哇，原来上帝只有一位上帝。但是有父子灵，所以那一位在耶稣基督里来到我们中间的父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的父上帝，他也借着他的圣灵要与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上帝的启示就明显了，独一的上帝是1乘1乘1等于1，但是它有3个位格，1加1加1加1等于3，这就是福音的总结。就是这样的体验的。好，我们来看圣巴特里克的铠甲歌的第5节。第5节，圣巴特里克或者 Saint Patrick，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一个，他的爸爸是牧师，他的祖父也是牧师，他信仰一塌糊涂，不想信啊，也不冷不热，根本不想读经。但是从小被父母强迫都要去上主日学啊，就要去崇拜。结果他在16岁的时候被爱尔兰人抓去当奴隶，去放羊，这样做6年的奴隶。然后他最后上帝的灵感动他，他在那里信主以后，就告诉他说，上帝的灵对他说：“你今天要逃走，我给预备一条船了。”他说：“真的。”他就逃了200英里了，你知道吗？200英里多远啊？等于360公里啊，等于从高雄逃到台北啊，就爬了好几天以后，果然有一条船，然后他就把他送回来。送回来以后，他就开始发现父母都死了，他就进神学院去当传道人。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的传道人都可以结婚的啦，不像后来天主教弄这样。然后上帝又感动他回到爱尔兰去宣教。因为那时候全世界非爱尔兰人只有他会讲爱尔兰话，他就回去宣教了。他就回去宣教的时候，整个爱尔兰的那个民间信仰，用各种符咒，用各种方法杀死他。他就是相信圣灵。好，来我们看第5节，来，今我心系种种全能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依靠上帝的全能，
圣灵住在我里面，以破罪恶奸邪的陷阱，而且可以破试探诱惑的种种的原因，也可以破我心中的情欲跟征战，而且可以破仇敌阻我前行。无论众寡远近的仇敌，那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比这全世界还大。所以，上帝的灵处处与我同在，时时与我同在，而带领我战胜仇敌，攻破一切凶恶的敌人。这是他对圣灵的体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信仰三一真神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不是头脑的游戏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进入体验好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由来，我们进入体验。第一个，请问我们体验的时候，三一上帝，我们体验最能够体验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祷告。请问你在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祷告？我们是被圣灵感动，然后呢，称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而且我们又被圣灵感动，称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圣灵的感动里，奉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所以，上帝天父是我们祷告的对象，而圣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祷告的道路。圣灵是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催逼，所以我心中的宝座，圣灵的宝座，像天上的宝座，像天父的宝座，而天父的右边是圣子，在那里向他祷告。这个是很特殊的，所以上帝的圣灵是我们祷告的动力，天父是我们祷告的目的目标，而借着圣子是我们祷告的桥梁。请问人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人不可能在人的远处，然后呢又踏着这个人而走路，然后呢那个人又住在你中间，不可能嘛？这是上帝。所以我们祷告是透过感动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可以体验。第二个体验呢，这个比较特殊的，天父是想到是超越众人之上，有没有？圣子是住在我们中间，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上帝既是远距离的上帝，又是中距离的上帝，又是近距离的上帝。那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远距离的上帝，我们就想到他是尊贵、荣耀、权柄、公义、威严，所以没有人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可是这一位上帝，这是他的一个面向。另外一个面向呢，上帝他也靠近心灵忧伤的人，对不对？他住在遥远的高处，但是他又贴近心灵忧伤的人。好，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是中距离的耶稣，他就充满着慈爱、温柔、怜悯、恩典，他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住在我们里面的是圣灵，圣灵保惠师使我们得到赦罪的自由，使我们得释放、得感动。说称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啊，是最亲密的。你知道那个再严肃的什么将军啊、什么部长啊、长官啊，他在他孙子面前呢，严肃得起来吗？不会啊，孙子爬到他身上，然后把他胡子一拔下去痛，他就说什么有力无烂，对不对？如果他部属敢去跟他拔，没有人敢的，那个也很威严。好，这个圣灵呢，就带给人真理的灵。使人得自由，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这样的信仰是没有办法分割，是同一位上帝。圣灵是耶和华父上帝的灵，也是基督的灵。耶稣基督是通往上帝的道路，也是威严圣父的独生子。他又差遣圣灵来，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荣耀的主，也是圣子慈爱的阿爸父，也是透过圣灵施恩的主。所以我们信仰如果缺了哪一个部分，或者偏哪一个，我们都会造成偏颇，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在回教里面，它是独神论，所以它上帝是最大最远。然后呢，他透过他地上的代表，所以阿拉伯的酋长力量多大？他们那个穆斯林的人对于阿拉只有顺服，没有别的，所以他们没有道成肉身，以至于只有顺服，所以这些国家就会产生很专制，就压榨顺服。那如果一个牧者他一直扮演上帝，
威严，然后他对要求所有会友都顺服。哦，这个是如果呢这样的对上帝呢，如果不平衡，举个例子，他缺乏认识上帝的威严跟公义，他对上帝就缺乏敬畏，也缺乏尊荣，忘了自己是蒙恩的罪人。如果我们太过强调神的威严跟尊荣的话，结果我们就缺乏慈爱跟恩典，我们整个人就恐惧战惊，人格就失之严苛，对人就刻薄寡恩。所以信仰是要这样平衡的。如果我们对圣灵缺乏体验，满头脑都是知识道理，结果呢，我们没有得到释放，从罪得到释放，我们对上帝也没有办法说父啊，亲爱的阿爸父啊，对耶稣基督也没有那个信仰呢，是空洞的。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信仰其实才是我们完整的信仰？好，第三个我们来学习的是，父子圣灵其实是一个爱跟团契的典范。这一点怎么说呢？三位一体里面的三一上帝都不是孤立的人，孤立的位格，他们彼此间有很美好的交流，而且毫无保留的给予。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对父的祷告说：“父啊，你从永恒已经爱我了，对不对？还你的都是属于我的，还我的都怎么样？”他们两个之间那个亲密合而为一，像我们两个合而为一一样，其实世人也跟我们合而为一。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对方，但各自没有消失在对方的里面，各个位格仍然是独特的。换句话说，三一团契的特色应该成为夫妻之间的典范，成为亲子的典范。那个典范叫什么？既独立又亲密。就是说，做丈夫的要完全的接纳妻子的独特性，接纳她的情绪，接纳她的个性，都尊重她，接纳她，不要拿别人跟她比，也不要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对方。这种独立，但是又是亲密，就是彼此分享、彼此分担，这很特殊哦。换句话说，互为主体。互为主体的意思就是双赢，彼此都相爱，彼此尊敬，互相分享。那我们的文化没有这个，我们的文化比较是那个父系的大男人主义的封建体系，君为臣纲，对不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要听他的，都听他的，只有顺服，对不对？所以君要臣死，怎么样？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呢，那儿子只好自杀。你的婆婆叫你孔雀东南飞呢，叫你离婚呢，你只好乌龟西北爬。这好荒谬，都是那个高压的，没有基督教那个三位一体的观念。这样那如果亲子的父子也是，那个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榜样，是典范，是恩典，是爱。如果做父母的，一方面有从上帝那里来尊荣父母，就好像尊荣天父一样；但是像基督尊荣天父一样，又像基督一样陪伴儿女，但是不操控儿女，祝福儿女，但不做主儿女。这个关系不是很美好吗？所以三位一体的关系，就是我们夫妻、亲子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牧者对信徒也一样，牧者应该是成为一个典范者，而不是高压施恩、高压的人。这个观念。所以三位一体的观念，三位一体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就是爱，爱有多面向，所以父上帝是爱，所以他给予者，他是创造者，他在爱中创造这个世界。上帝不是闲来无事，然后偶尔创造，不是，他是为了爱而创造。圣子是爱的领受者跟牺牲爱的特性，所以圣子为了爱而道成肉身。因为父上帝把一切都给予圣子，所以圣子就怀着感恩的心领受，然后又把从主所领受的，透过圣灵要赐给我们。上帝，你还记得吗？耶稣基督升天掳掠的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所以上帝给我们满满的恩典跟恩赐，这一些。而圣灵是包容、感动我们，这也是爱的特性。爱是包容，他
感动我们，能够爱，所以圣灵使我们去体会到天父的爱，耶稣基督的爱，然后去领受这个爱。所以三一的团契。好，最后一个我们就谈一个重点。你们知道三一上帝除了团契给我们做典范以外，我们是奉三一的名，三一上帝的名去受洗，进入三一的大家庭，又透过三位一体的上帝祝福。来，刚才我们读的祝福里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或者那感动的原文是 koinonia， 是团契，常与你们同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在这里提到的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换句话说，这个恩惠是白白的恩典、慷慨的恩典、丰富的恩典，是给我们，这是白白的救恩，是我们领受，而且是不要求回报的。这一点，这个我们都能够体会，信主人都能够体会。然后我们比较难体会的是天父上帝的慈爱。上帝是爱，天父上帝的慈爱这一点，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特殊的一点。其实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也是，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并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轻易发怒。好，我们用约翰福音3章16节来看上帝的爱。父上帝是主动的救赎，上帝爱世人，所以上帝不是严厉的、愤怒的、不宽恕人的上帝。他有恩典，有怜悯。而我们以前都以为上帝是严厉的、愤怒的，然后对不对？然后被以色列人掳心掳命，听懂吗？搂心搂命啊，气到没有办法。然后他老了，变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就充满了温柔，因为他做阿公了，然后就温柔宽恕。有些基督徒这样传的，实在是不对了。旧约的上帝跟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是同一位上帝啊。同一上帝，所以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爱，他主动差遣圣子，而且差遣圣子是因为他爱世人，所以这背后都有上帝的爱。所以上帝真的是爱的上帝。好，上帝就是爱。我们很容易想象成上帝不理会、不顺服的时候，我们背叛的时候，他就对我们摧毁我们、教训我们、惩罚我们。昨天啊，我们在读那个诗篇第90篇哈，在那个在雅比斯团契里面，诗篇第90篇的时候，有说一句话说：“上帝啊，求你为我们转回啊，为我们转回。”啊，结果是应该我们回转归向上帝啊，怎么上帝为我们转回呢？啊，上礼拜我们的何西阿书第11章也提到，上帝对那悖逆的以色列人说。我怎么能离弃你呢？我怎么能伤害你们呢？我愿意转回。哇，这才太特殊了！是上帝看到我们这些悖逆，并不愿意找我们，结果呢，他特地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来，直接来找我们，他转向我们，来找我，来转回我们。所以我们很想象上帝是要人效忠啊，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啊，然后要我们绝对顺服了，要满足他的征服欲啊。错，上帝的行动不是为自己来满足他，不是，他不是要来带来顺民。上帝不是专制的君王，要宰制那些悲屈的臣民。上帝是父亲，上帝父亲，除非我们这些四处游荡的儿女归向他，所以上帝不为人，上帝渴望我们进入他的爱。所以上帝的爱是人，是每一个人，不只是一个国家。不只是善良的人，不只是爱他的人，全世界他都爱，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不能爱的，然后呢，甚至于孤单寂寞、没有人爱的人，上帝都爱。所以，上帝的主动的爱很像什么？浪子回头的时候，请问那个浪子有没有记下他的祭文啊？对他爸爸的祷文，对不对？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你，我不配做你儿子，我只配做你的雇工，他家的临时工派遣工而已啦。结果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爸爸主动的冲过去，对不对？一冲过去要抱他的时候，他以为爸爸要垂下去了，结果他爸爸是抱住，然后嘴巴都凑过来，以为咬下去了，结果他爸爸是连连亲嘴。他马上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讲到不配的时候，下面要讲的时候，他父亲说：“来人啦，
上好的袍子穿上，戒指戴上，鞋子穿上。他想象自己成为一个悲屈的临时工，结果把他提升成为长工，不，成为管家，不，成为他的亲儿子。所以他穿的鞋子，家里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戴的戒指，所有的员工他都可以使唤。那个权柄啊，权界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的恩典是这么奇妙？所以说，我们每次祷告祝福的时候，就想到天父上帝的慈爱，最后是圣灵的团契。圣灵的团契就是圣灵感动我们，与天父、与耶稣基督团契，我们彼此的相爱的团契。所以，当我们奉三一上帝的名受洗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三一上帝的团契里，我们就生活在上帝的慈爱，生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生活在圣灵的团契当中。这是多么美好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还有读到一个经节，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3到6节说，圣灵引导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然后就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圣灵赐给我们恩赐，只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工作的角色，功用也有分别，上帝是一位，天父上帝赐给我们。换句话说，三一的上帝使我们这些人不但领受爱、领受赐福，也把这样的福气拿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到底那个恩赐是谁给的？复活的基督升天的时候，把恩赐给我们，是基督给我们的。可是也是圣灵给我们的，是圣灵的恩赐。那可是呢，这里也讲到，也是天父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三位一体的上帝都参与创造，都参与救赎，都参与赐福，都参与团契。哇，我们这样的信仰不是多丰富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三一真神。我们都愿意学习像圣帕提克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陪伴我，就在我身旁；主啊，求你住在我心里；求你在后面来支撑我；求你在前面引导我；求你在旁边陪伴我，让我胜过罪愆；求你安慰我，让我胜过软弱；求你在下面托住我；求你在上面看顾我，引导我这一生度过危险安康，让我将来回到永恒的家乡。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这一生里面活在你的爱中。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